嘛是国际新闻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访问东南亚的3个国家，昨到最后一站柬埔寨。唔但呢，国王带官员亲身迎接习近平，更加甲柬埔寨首相呢交换37项的双边的合作文件，表示讲要加强双边，也就是呢加强命运的共同体，反对单边的霸凌行为。伊讲的就是美国。第早个城中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飞行机甲柬埔寨国王握手敬诗。习近平东南亚行程第早来到最后一站柬埔寨。柬埔寨超过2万人热气子盛大欢迎。规个比较当前，习近平来访问的时搁较悬。中国官方媒体更加指出，这是柬埔寨国王登基以来头一摆亲身迎接外国元首。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，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。习近平唔但和柬埔寨总理见面，嘛甲前总理会面，双方交换37份双边合作文件。看设备影响，包括着投资、贸易、加金融等等。是讲文件敢有约束力，官方无详细说明。莫尼列表示，习近平主席是柬埔寨最伟大的朋友。习近平伫金边王宫会见太后，也参加中国甲柬埔寨文化交流活动。针对进程，柬埔寨将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犯全部交予中国。柬埔寨搁再坚定立场，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。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习近平讲，双方要大力推进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，反对一切单边霸凌的行为，双方互相帮衬，当作应对美国关税压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